Hello， 大家好，平安，我祝大家平平安安、健康。呀，自家好好疼下嘅熱天，自家得到上帝嘅福氣，因為上帝嘅福氣嘅準備獎俾自家睇，透過佢嘅見證呀，因為我啲隆重自家世間你喺度都唔係咁容易，世間你喺度按到問題自家去對付嘅，各樣嘅生死，喺工作嘅方面，喺自家可以掂做條路嘅方面，啊到家庭度嘅方面，自家隆重都係用功去對付，係咪啊？使到自家又得到平安健康。啊，要當然啦，對呢個問題啊，佢電腦到要到電腦煩惱過度 stress， 係咪啊？啊，呢個意思嚟講啊，自家世間你喺度唔係咁容易，但係啊，自家愛來請上帝熱天要落行，因為啊，喺呢個詩篇120啊，第1章啊，要用人講到啊，要啊，佢啊。望要得到救上帝嘅救恩嚟講啊，佢多生世嚟講啊，佢講啱嘅救主從未來嘅望嘅動嘅氣啊，動嘅來啊意思啊，動緊講安排，意思依靠人，依靠要辦格嘅人，依靠人嘅人，啊，我都係講向自己咪聽，自家生嘅世間呢啲問題，自家出係一樣，慢慢用自家嘅能力去解決，用錢自家嘅朋友加幫助自家去解決，隆重啲都唔咩。本自家又滿足，生下為滅自家費心，但係嗰個詩篇記122啊，第2節啦，講佢講啱嘅救恩都係從上帝嘅來嘅，從天從地嘅上帝嘅來嘅，佢嘅救恩從上帝，上帝不係上帝，就係耶穌基督。佢第3節樣講，佢講到佢唔係。但握腳又同意思嚟講咩啊？自家係請上帝救自家，做自家嘅救主，做自家嘅救恩。自家要問題之時，要痛苦之時，佢冇半日又同，佢半日強意思，佢嘅一個統裁呀，佢牽帶自家，佢能夠帶自家出一切嘅問題，能夠帶自家出一切嘅痛苦，帶自家去得勝嘅路，咪意思呢？佢幫助自家。解決自家嘅問題，但係呢，因為自家又請上帝係做自家嘅救主嚟講啊，當然自家嘅溝通，自家禱告，自家讚美佢，自家禱告之時，自家嘅心裏要入平靜，要入平安，讓上帝嘅用嘅聰明智慧充滿到自家，自家要聰明智慧，自家上帝本開路俾自家，自家得到聰明智慧，各樣問題，各樣嘅痛苦，有啲要攞出，要聰明智慧，當自家禱告之時。我禱告本隆重向提示咪，要聽啲福音嘅，係要問題要痛苦，嚟求上帝係耶穌基督，佢能幫助你，帶你出得勝嘅路。我禱告隆重得上帝嘅福，係耶穌基督嘅名，哈利路亞，阿門。